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呢部全定熱賣嘅 Java Neo 啊，咁呢個色咧就非常之特別啊，叫做黑色啊，但係佢就正常咧就係灰灰地嘅，就非常之靚，同埋啲 logo 啊，隱藏式啊，NEO 啊，隱藏式嘅 logo。咁呢部咧就係底玩款嘅20寸啊，鋁叉啊，見到呢個拎啊，大好多啊，406嗱，406啊，就係 Kenda 1.5嘅輪胎。咁呢個咧就非常之正噶啦，20寸啊。咁呢個有位嘅可以升到175啊，建議175啦，2.0都可以噶，但係2.0咧後邊會卡住噶，一接觸嘅時候。咁呢個咧因為本身佢就係大咗2寸噶啦，所以咧呢個頭咧同16寸嘅嗰個大音板嘅高度一樣噶啦，所以唔使點改噶啦，都可以改啦嚇。咁呢個就用咗 Shimano M2000嘅波腳啊，咁啊長波腳，咁20寸因為佢高身咧。就可以換長波腳啊嚇，但係咧呢個客咧就話32唔夠踩啦，直接上啊！問我哋有冇40T啊？而家有噶啦嚇，40T 9速嘅40T啊，唔係12速嘅40T啊，直接上飛輪啊，加長鏈就可以啦。咁建議就2波節車，2波就係34啊，咁同之前嘅1波差唔多啦，咁樣就非常之正啊！鋁鈴啊，原裝鋁鈴都有。衝擊波、山島鈴換㗎，406都有嘅呵，睇睇效果。撳到1咧就係50對40啊，非常之正㗎啦，一個過落。建議2波節車啊，加先上，原裝都可以嘅，一樣也可以。2波節車啦，1波就上車㗎啦。如果唔夠快，建議換呢個原裝50啊、52、54、56咁建議就中性啲咧，就係54同40個齒比係最好嘅嚇。好，睇翻個鈴啊，原裝鈴啊，406 OK 啊，抵玩啦，得聲啊，鈴都 OK 嘅，一環也可以啊。都非常之正啊！原裝鈴都可以啊，一環也。如果要靚啲嘅鈴，衝擊波就話山刀406啊，咁好。嗱，節車就要上翻去2波啊。OK。嗱，只要車俾大家睇下，嗱40T都唔會影響到㗎嚇。2波又俾人前，右轉，然後呢個見到個18就得㗎啦，高啲冇問題啊，唔好低過18就得啦嚇。攞緊，攞唔緊咧就呢度伸咗佢向前扭就得㗎啦，緊啲㗎啦。有呢個撳，咁樣擺啦，有冇腳撐啊？都有20寸嘅腳撐㗎啦。開咗佢，向後推，勾緊佢，咁就可以推㗎啦。但呢度唔好推啦嚇，第二站先推啊，放落嚟就卡住，咁就可以推啦。如果要鬥起咧，就要坐低個坐管先可以鬥起，唔係咁就散㗎啦。坐到最低就會慳位啲啦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呢邊腳踏都可以拆㗎，點對點就可以拆㗎啦。第一時間開咗個頭子先，唔好開個座管先啊！攞緊。第二個見到18就得啦嚇。個頭向後趌，向前推。手跟就 OK 㗎啦。好，今日分享就到呢度，喜歡嘅朋友請訂閱點讚，拜拜。